好来，继续要来讲，那互人载机车这个双手一定都爱画好好势。台中一个小姐就是人骑机车防载，无注意到这个机车雄雄骑起行，怎来倒向向刹落车，规个面拍伫个涂骹，加载无来费用。机车行的头家来提醒，若是防载机车，除了乘客家己都爱聊好势之外，这个骑士咧吹油门，机车要骑起行，嘛爱较慢咧，安尼机车才袂怎冲出去。奥多拜前顶起步，后壁好人在，这个是可能未负反应，就咧并一日了后，面切着涂骹。那个人掉下去。掉下去。救护车到现场时，这个人举一支伞接伫涂骹。摔下来躺在那边，还久久都不能动哎。经过救护人员的检查，伊的伤口有真个所在切着，想被送到病院。代志发生的地点伫个台中的福清路顶面。加在当时无真济车，这个人摔落了，无后壁的车弄着。免怎避免这款的代志搁发生，机车行的业者讲，起步时上危险，一定要真细致。绿灯起步的时候要慢慢的吹，它不会有那种爆冲，是抱前座的骑士的腰，要注意前面的状况，然后不要坐在后座滑手机。除了爱聊安，随时注意路况以外，警方提醒讲，后壁人千万唔通坐瘫痪，也若无会罚驾驶600块。